今年聖誕又疫情，又去唔到芬蘭見聖誕老人，好 sad 啊！希望來年病毒可以通通消失。呵呵呵！你而家唔需要去芬蘭都可以見到我聖誕老人啦，等我聖誕老人實現你嘅願望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Santa Vincent。最主要就係 for 我自己個裝扮啊，所有嘢道具咧，咁我會首先會注重個消毒啦、個衞生啦。聖誕老人，我想同你自拍啊！唔好，我哋要保持社交距離，最少要1.5米。我每一次演出嗰陣時候咧，戴咗個口罩喺入邊先嘅，跟住先就我做化妝。咁第一就最主要就保護咗我自己先啦。第二就係我每一次演出嗰陣時咧，我都會噴晒啲消毒水嚇。咁包括我嘅裝束啦，我嘅道具啦，咁同埋我每一次演出之後咧，我都係換過我嘅手套嘅。唔好唔開心咯，等我變樣嘢送俾你咯。咁但係因為而家個疫情關係啦，咁好多時即係好多演出都成咧，一係就褪後，一係就 cancel。我自己而家係做一啲網上嘅教學咯，即係 set 一啲係譬如教人哋點樣去變魔術啊，點樣用魔術去增加嗰個收入，譬如點樣可以多啲客啊，接觸啲客啊。我啱啱就係創造咗出嚟有一個叫 video call， 咁就係話book 咗我，咁我視頻之後咧就即係喺個電話嗰度咧，同啲小朋友啊或者一啲客咧就做一啲hello 啊，或者一啲 Merry Christmas 啊嗰啲咁嘅樣。呵呵呵，小心身體，注意衞生，保持社交距離，病毒自然會遠離你。其實2021年我唔係淨止我嘅希望咯，我諗全香港、全世界嘅人都希望咧個疫情快啲消失啦，特別係香港人咧一定會捱得過嘅。